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啦。開始之前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樣一有新片時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今日講到今次嚴明熙 Gigi 嘅回歸，真係要打開伴奏，點大聲喇叭先夠氣勢。我哋一路睇住佢由做緊人氣新星到無綫續約風波，再到消失一段時間。今日見到佢慢慢回流舞台同錄音室，心情真係又感動又興奮。你諗下呢種由低谷翻到高位嘅感覺，對粉絲、對佢自己，尤其對香港樂壇，都係一件好靜好亂嘅事。之前有報道講佢約滿無綫正式自組工作室，公開表示而家係自由身，可以自我掌控事業路向。短短時間內已經有好幾個動作，其中包括重返錄音室、籌備音樂企劃，甚至傳出平安夜會喺亞洲國際博覽館有一場演唱會。呢啲消息一出，粉絲已經開始熱爆訂票，街坊嘅討論區同社交媒體都係佢嘅話題，真係不得了。我哋先講返聲線同音樂面。Gigi 一向以靚聲、感情豐富嘅演繹見稱，嗰種可以喺一句歌詞入邊滲出眼淚，同時又帶住堅強力量嘅唱腔，係好多人中意佢嘅原因。消失嗰段時間，佢唔係完全冇動作。據報道，佢已經返錄音室、工作室，仲 share 咗啲錄音室嘅相片出嚟，話已經完成咗部分錄音工作。呢種靜悄悄但實際做嘢嘅回歸方式，反而令呢次復出睇落更有誠意同驚喜。想象下，平日喺社交媒體見到嘅佢係咁親民，私底下喺錄音室全神貫注嗰種專注嘅神情，嗰種一字一句打磨嘅態度，真係令人對佢未來作品好期待。講返舞台同演繹層面，佢最近被爆出會登上幾個重要舞台同演出計劃，唔單止係一場演唱會，仲有原創音樂劇嘅參與。呢個對好多藝人嚟講係一個由歌手到全方位表演者嘅升級，唔單止唱歌，仲要跳舞、演戲，仲有歌舞結合嘅舞台調度，難度高，但成就感更大。據報道，佢將會喺音樂劇入邊擔任重要角色，仲會演唱主題曲，粉絲聽到自然熱血沸騰。想象下喺音樂劇燈光打到最暖嗰陣，佢一開聲，成個劇場靜到凍，觀眾個心就俾佢拉緊嗰種震撼。呢啲 moment 係點都值回票價。再講返今次佢嘅回歸策略，自由身後嘅佢呢，冇即刻好似以前咁密集出席，反而選擇慢慢建構自己，成立工作室，返錄音室，參與音樂劇，再到公布大型演唱會計劃。呢個節奏反映出佢而家想掌控創作同形象，唔想再被外力牽住走。呢種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自信，係最吸引人嘅地方。尤其喺香港娛樂圈，藝人一旦可以自主管理時間同作品風格，通常會做出更貼近自己心聲嘅歌，亦會帶俾觀眾更真實、更打動人嘅表演。今次佢似乎就係用呢個方式慢慢重建演藝路，聰明又穩陣。講到粉絲同市場反應，佢之前被雪藏嗰段，粉絲唔止冇放棄，反而擴大咗支持力度。有粉絲通宵排隊買音樂劇門票，有歌迷繼續關注佢社交動態，連圈中朋友同前同事都公開表態支持啦。呢啲社會動力對一位藝人好重要啦，令佢喺復出之路唔會孤單啦。平安夜喺亞博開 show 嘅消息一出，唔少人話係一個好有象徵嘅安排。平安夜本身係溫暖團圓、分享心意嘅節日，揀喺呢日同歌迷見面，等人覺得佢係用心同粉絲和好如初，亦係一個宣示式嘅回歸演出，充滿故事感。而家我哋再諗諗佢未來可能嘅路向：一、音樂上佢可能會嘗試更成熟或者更個人化嘅音樂題材。因為自組工作室通常會帶來更高嘅創作自主權。二、舞台上佢會越演越有戲感，特別係參與音樂劇呢啲跨界演出，會增加佢作為綜合表演者嘅能量。三、品牌同商演上佢可以更精選合作，因為有自主權，可以選擇貼近佢個人形象嘅項目。總括嚟講，佢而家係由供應方角色轉向策劃者角色，呢種轉型雖然唔容易，
但一旦做到，前景可以好光明。最後講下私底下嗰份堅持同感情。好多明星喺事業受阻嘅時候會選擇即刻放棄或者轉行，但係 Gigi 呢次係慢慢修補自己，用作品講故事，依然用歌聲接觸人心。對觀眾嚟講，呢份真誠係最吸引人。佢喺公開場合講過我自由咗啦，呢句話聽落好簡單，但背後代表嘅係一個創作者重新掌舵、重新出發嘅決心。今次嘅復出唔單止係為咗重返舞台，更係為咗向世界證明佢依然係嗰位可以用聲音令你起晒雞皮、令你想眼紅嘅好歌手。觀眾要嘅正正係呢種由內而外嘅能量。講完上段，我哋依家要入心水區，講啲更貼地、更細膩、啲八卦但係充滿正能量嘅內容。首先講一講現場感，佢喺平安夜喺亞博開 show 嗰個場館夠大，燈光夠靚，音響夠震，你可以想象到現場嘅氛圍係點。歌迷帶住自製燈牌，大家一齊唱佢嗰啲熟悉歌詞。佢出場嗰一刻，全場燈光收窄，然後一秒爆發，嗰種集體情緒嘅衝擊力，會令到整個演唱會唔止係聽歌，仲係一個情緒嘅大聯歡。選擇平安夜而唔係其他日子，除咗節日氛圍，仲有一層心理學角度。呢啲日子大家比較易有回憶，易想分享感受。佢用呢日建立同歌迷嘅新連結，係一個好聰明嘅公關同埋藝術決定。粉絲文化方面，香港樂迷一向好忠誠，好有行動力。記得早排佢復出消息一出，唔少粉絲為咗買票，為咗見偶像，會做晒宣傳，亦會喺網上發起支持潮。呢種力量係任何經紀公司都好難用金錢買到嘅。對 Gigi 嚟講，呢股力係佢重新立足嘅最大資產。佢唔係得一個唔錯嘅聲線，佢仲有一班肯一路陪住走嘅人。有時候藝人最需要嘅唔係媒體報道，而係呢班真粉絲嘅支持。正正係因為有呢啲人，佢先可以喺社交平台有力量，先可以賣票到爆，先可以喺演唱會上做到場面。香港01講埋一啲創作面嘅想象。由於佢睡意自組工作室，未來推出歌嘅題材有好大可能會更私人化，會更寫實，可能講愛情、失落、成長，甚至係佢同圈內圈外人嘅相處心得。呢啲歌如果再配合佢近年嘅生活體驗，例如被雪藏嘅心路歷程，重新站起身嗰啲微小但重要嘅 moment， 嗰啲歌會有一種療癒式嘅力量，聽眾會覺得好貼心。好似有位朋友喺你耳邊訴說，呢種共鳴係商業歌唔一定可以買到嘅。個人覺得，如果佢喺新歌入邊加入一啲細節式嘅歌詞，會令人更易落淚，亦更易成為網上熱傳嘅情歌。再講幕後班底同合作關係，據報道佢今次係有同音樂總監、編導同其他資深人員一齊合作。呢種靠班底堆砌出嚟嘅音樂劇同演唱會，往往可以將歌手個人同舞台作品做個最完美嘅融合。你諗下，當一個有實力嘅音樂總監幫你安排樂隊，編導幫你設計舞台故事，呢啲元素結合起上嚟，就會令到整場 show 由頭到尾有情緒流，而唔係淨係個別歌曲好聽。對觀眾嚟講，呢種連貫式嘅視聽體驗先係最難忘嘅。今次佢參與音樂劇又演主題曲，等人係聽歌之餘，仲會被劇情拉住一齊感動。呢種跨界演出係提升藝人專業形象嘅好方法。最後 Gigi 呢次嘅復出唔只係一個藝人嘅翻工，更係一個創作人同普通人之間嘅再連結。佢用歌聲同舞台同觀眾講故事，用自己嘅經歷去換觀眾嘅共鳴。呢種力量係好珍貴嘅。唔少香港人呢排都係需要一啲溫暖，一啲真誠。而藝人嘅回歸，如果可以用到呢種情緒，對社會同文化都係一件好事。最後送多一句，無論你係佢嘅死忠粉，定係第一次留意到佢嚟呢場演唱會買佢嘅新歌，或者只係喺網上撳個 like， 都係對香港本地音樂一種支持。期待佢喺平安夜嗰場，大家一齊見證佢嘅亮麗回歸。大家繼續努力支持 Gigi。好啦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。中意嘅記得訂閱同埋讚好，仲有分享俾你啲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